啊，一間人類啊，所以社會咧喺度啦，你都想唔得嘅，每一人日常為按決心、按手做嘅日子人班人，將來人班人，打算人班人，每一人少嘅，嗱，我係講攏總統直接咪啲，一個少嘅問題喺前面，冇100%票停對，嗱，人家查了，佢嘅對嘅。增加%字，錯當唔對是個少，是個擔心，是個驚嘅。所以呢，我嘅經濟講是家啲，即係個馬太6:34，按樣人講到，因為到你唔冇少做嘅日子，因為到少做尤其個困難嘅日子。根本你嘅痛苦，根本你嘅手就係夠了佢講，嗱，所以唔是受到人擔心驚到人，因為咁冇票點100%準嘅，嗱，福音交代硬是有用手，嗱，馬太福音6:33樣講到，但係一個申請上帝嘅天結。嘅真理，然後隆重嘅增加半切價，嗱，申請上帝嘅天結嘅簽嘅真理，然後嘅增加半切價，一個需要乜嘅嘅增加半嘢，當然一個需要身體健康，心中有平安，心中有喜樂，嗱，嘅增加半切價咧，有了健康，有了精神，有了喜樂，嗱，這個精神係佔頭路，佔生活，幾祝福這個嘅路途得到勝利，得到利息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